乖，学100斤。大家各位讲到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意思係冇經過一項事情，對這項事情就唔會增加見識。也就是講，第三人嘅智慧真昂，就係愛讀書以外，還愛多看多次，看東西嘅角度真會發，人就唔會按隻頭會學較精。唱球員愛見參加比賽，做頭路嘅人聽錯會有競爭。股票投資人會讀到故事喜喜樂樂，無處金融風暴。城里人愛圍牆，才會有城里好做。一般人未會讀到生活上嘅各種問題也到，看到此到位，人就會去想自家嘅人生觀、價值觀錯也唔錯。尤其係經過生離死別，談到病痛嘅鳥鳥，對生命會有很深層嘅體驗。咁樣做法會變到全無共用，自然就會有不經一事、不長一智嘅想法。一種情形，客話就會講，教100乖，學100斤。提呀乖意思係聽話順從，唔敢反抗；精意思係聰明。也就係講，本某啥人也係某項事情教乖嘢，會變到很較曉得，就會較精。總講教100乖，學100斤。就係講，人愛睇經驗度項學到東西，安尼將會成長進步。每鼓勵大家愛勇敢面對挑戰。